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：一暗无明，三暗补袂尽。嘛有人讲，一暗无明，三日细神。咱若一暗无困，也是讲困了无好，无把眠，会感觉神抖抖。就算讲小连续困3暗，嘛补袂起来。困无把眠，会使讲是现代人接看的症头。可能是工课量较大，嘛有可能是时间择了无拄好，致使爱牺牲困眠的时间来做工课。当然，嘛有人是因为精神的压力较大，煞来困袂好势。不管是啥物款的原因，嘛是希望大家会当困好把眠，安尼身体甲精神才会健康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